今日好多唔同嘅即係項目啦，係咪啊？其實大家已經好欣賞小朋友，即係佢哋嘅願意付出就得噶啦。你話做得好唔好咧，其實係好其次嘅啫，係嘛？嗱，當然我哋唔會好似嗰啲好職業嗰啲嘅演員啦等等，係嘛？咁但係咧。再一次講咧，其實唔係嗰個演出有幾成功啊，而係我演出嘅時候，我對自己負責任啦，我努力嘅學習啦，係嘛？喺裏邊我吸收咗啲價值啦，然後我對自己有更多嘅能力嘅體會肯定啊，呢個即係人嘅成長啊，呢個更加緊要啊！我小朋友咧做得到嘅。心係家國非遺匯演暨同樂日2026 3月21號。喺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隆重舉行，過百間教區修會同明愛學校聯合呈獻一場傳統與創新嘅文化盛宴。夏志誠副理主教、教育局副秘書長李碧西等嘉賓都有到場，為同學打氣。呢一次咧，唔單單只係一次嘅學習之旅，亦都係一場深刻嘅精神洗禮。頭先我都有機會上去參觀咗各個攤位遊戲啦。亦都有一啲嘅傳統嘅美食啦。咁今日嘅盛會咧，可以話係有得玩、有得食，一陣間仲有得睇添。喺幾位嘉賓共同為醒獅點睛之後，匯演正式揭開序幕。節目有熱力四射嘅醒獅，變化莫測嘅川劇變臉，歡快嘅膠州秧歌，剛柔並濟嘅刀槍劍棍，以及富有韻味嘅粵曲。仲有典雅悠揚嘅中樂。節目尾聲，教區幼稚園組嘅小朋友着住傳統嘅民族服飾，可愛登場。而當日學校嘅3樓就成為咗熱鬧嘅非遺市集，教區、修會同明愛學校擺設咗好多有關非遺嘅攤位，等家長同同學可以親身體驗下，實行將非遺文化由舞台延伸到生活。